学，命运的玩笑究竟怎么解？开挂的系统就能不停歇？一板一副，我整个失联，阵法招式和境界，谁值得考验？是我一击看下去。来不及防备，逼得我无路可退，这战该是什么鬼？你什么段位？我堂堂的天神，主宰谁怕谁？别给我机会，我要一路到神迹，人生中不是原罪，怒气都加倍，热闹我的歌要小心天降积累。艾利师兄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啊？下一集在哪儿啊？你点击追番就知道了哟。我就是系统，打开任务界面，我要尽一切可能提升力量，我要为男人尊严战斗到最后一刻。请问宿主是大男子主义者吗？啊？我不是。你怎么证明你不是？你要我怎么证明？你只要放弃升级，接受自己变成仙女。有点道理啊。根本没道理啊！快给我升级任务！不要那么凶嘛！随便练练之8段任务，宿主需战胜一名9段及以上境界的敌人。9段？9段以上是小兰那种水平了。打不过呀。另外，宿主已达7段，技能任务解锁，宿主服用山之精魄，可习得神级术法撼山拳。完成以上任务，宿主实力排名将会升至4653。升这么多？那就让小兰故意输给我吗？她肯定会同意的。小兰，你是9段境吧？10段，上次打跑那个黑衣人后，我就突破10段了呀。哎，恭喜啊！你破境这么快，我也要赶上嘛。10段就10段吧，也符合条件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请你帮个忙，但有点说不出口。我又是当姐妹吧？不是，我是纯爷们儿啊！对，咱们安林可是3段就敢挑战玉林的好汉啊，几次就想你我于水火的大英雄、大天才，必须是纯爷们。小兰，你这太夸张了，我就一关系户啊，不敢当。不，安林在我心中是最棒的。哎，你不是要找我帮忙吗？什么事儿？就是，哎，你说嘛，只要不当姐妹就行。那我说了。我需要山之精魄来修炼术法，你能帮我搞到吗？没问题。哎，当时气氛烘托到那儿了，我实在是开不了口啊。陈哥，不然你假装输给我行不行啊？这样我就能破境了。不行，你听班长一句劝，你是天才，好好修炼，不要搞歪门邪道。我感觉我修炼一直都是歪门邪道啊。哎。小兰，我还有一件事想找你帮忙。你说。我想请你假装。哦，对，山之精魄我已经托人找到了，此物不算稀有，但高品质的只有石龙舟才有。我让宗里的师伯取了一份，这2天就送过来了。这太不好意思了，小兰，你太好了。
没事，这有什么？你说啊，你要做什么？对，我想知道往年自由之战的排名，我想搜集资料，搞清楚在校高手都有哪些，知己知彼嘛。没问题，收集资料我擅长。不行，还是没法对小兰下手。陈哥，我还是想求你假装败给我，行吗？你确定只要击败我就能破境吗？是的，陈哥。好，要来就来真的。这样，我把我的弱点告诉你，你找机会偷袭我。陈哥，这不好吧？没事，你一定要出全力，打伤我都没事。安林是好兄弟，更是超级天才。如若我能帮你破镜8段，那将是我的荣幸。陈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你要我怎么下得了手？兄弟一场，无需多言。陈哥，弱点是修行者最重要的秘密，怎能轻易告诉别人？我还是先问问小兰吧，我去跟她说实话。小兰，怎么了？搞这么严肃？有件事我想说很久了，我前2天一直没有勇气把真话说出口，我今天不想再拖了。你前2天满脸通红的，难道是要说这事儿？什么事儿啊？我想说，如果我为了提升境界而偷袭你，你会怪我吗？什么鬼？他这几天好奇怪啊，到底怎么了？不对，我对别人下不了手，他还是没有说真话。如果是小兰的话，我这很坦然，因为不管发生什么，小兰一定会相信我的。他其实是想对我表……我不想再找其他人了。别这么严重啊！偷袭可以呀，这在宗门里很正常的嘛。对，我们是好同学，还是小组搭档，当然要互帮互助嘛，朋友嘛。小兰你真好，以后我一定好好补偿你。好说，兄弟见外了。小兰比我弱不少，你打小兰的主意确实可以。是打小兰，不是打小兰主意。反正你们俩内部矛盾好解决嘛。陈哥，你教我2招吧，要适合偷袭的。好，那就教你太极仙灵阵。你用阵法束缚小兰，然后一招制胜。小兰，既然你同意偷袭了，那我就对你不客气了啊。那你千万别客气。不，我是说可以偷袭。万事俱备，只待时机。越靠越近了，但呼吸好粗重啊！对了，安林，你要的精魄还有往年的高手资料都在这儿了，拿去吧。机会！太极仙灵！你真偷袭我！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偷袭你。安林，你混蛋！你混蛋，大混蛋！陈哥，我没想到会这样，我搞砸了。我觉得没那么糟，等他冷静下来，肯定会想明白这是个误会。小兰在气头上不还记得把东西给你了吗？我是混蛋啊！王玄战，连续4年第1，境界玉灵后期，古龙族元血，真神推荐函持有者，兵器
文龙金枪，使用过的招数龙啸九天、青龙出云。技术特点：攻速快、杀伤强、范围广、善应变、防御高、无死角。应对方法：安林要跑，或者找班长苏苏以及我求救。定位咒可以让我们在千峰林中找到对方。这次自由之战还是我来保护你吧。安林要快快进步哟。我真他妈混蛋！我这就去给小兰道歉。肚子好痛，怎么回事啊？宿主刚才服用的山之精魄已生效，请根据系统提示排毒清体魄。排毒怎么操作？打坐吗？忍不住了。对，就是这样操作。什么操作？我在拉肚子。拉肚子就是清体魄的正确操作。什么？请参照进度条，当你拉到进度条走完，即可习得撼山拳。13天，10天后自由之战开幕，我拉完正好活动结束啊！你我怎么参战啊？是的，宿主你需要忍痛参加自由之战，并在开战后继续清体魄。西西，你还西西，系统你玩我！这么晚了，还是睡吧。如果安林来道歉呢？安林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别误会，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偷袭你。谁要理他？我这是拉了整整1夜吗？怎么才这点进度？叮，小友，你生产的绿色能量已供养了1亩树林。卫生间里放广播。植树造林，功德无量。玉华长老，谢谢你哦。还让不让人方便了？按这个速度，10天之后我根本参加不了自由之战。系统，你能不能帮我加快点？叮咚，不能。你啊！植树造林，功德无量。安林呐，那个关系户怎么样？还没来，他竟然还敢翘课呀！他是躲起来了吧？是吗？胆小鬼，不会是躲起来了吧？你看他现在都不来了。不是很多人中枪要弄的。哦，对，有道理啊！植树造林，功德无量。系统警报：宿主遭全院弟子鄙视，声望持续下降。我都没出门，怎么还被鄙视了？安林，我是班长，你在吗？我在。你今天怎么没上学？方便进来吗？不方便。安林，今天同门都在传，说你在躲自由之战。哎，我看你是躲着小兰吧。安林啊，我陪你去道歉吧，这事不能拖。我不能去啊！我现在有个障碍必须排掉，不然我动不了。障碍？你这个障碍出现多久了？就昨天晚上，我本来想去找小兰道歉的，但突然就开始了。果然，你这是心魔呀！
我给你吟一首《道门心经》，帮你通达意念，驱除邪毒，拜阴王和道人家，请一剑为茶。这怎么回事啊？等一下啊！强哥，别吵了！安林如何？是不是修行加快了？加快这么多！哇，按这个速度，宿主岂不是很快就能吃完体魄了？怎么的？你希望我慢点啊？安林，今天就到这儿吧，你有好点吧？陈哥，能不能请你明天再来呀？不对，能不能天天都来呀？哦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今天就不走了。继续。四海飞沙。等一下！安林加油！安林坚持！安林挺住！安林加油！陈哥，谢谢你，你真是我的天使。每天醒来歌颂太阳，5日3省吾身低调模样，有点困难。且慢，我想有些事情不适合太快。比如结合太情况，经济名额有限，报名队伍这边排。有些事要喜欢才会痛快，志同道合这一数就是真爱。有些事不一定照规矩来，但下次外挂别再开，我们用心对待。